来看政治消息，行政院是提出宪法诉讼法的复议案。今仔日拿八联手是要举行立法院专院委员会审查，目标就是要赶紧把复议案否决掉，推动修法。绿营总调郭建明就强调讲，该表决就表决，不过若是这复议案真正去互否决掉，后一步就行到暂时处分甲性清晰刑。那八联手因为人数优势，透过表决，确认车闸立法院会处理行政院提出宪法诉讼法复议案的议程，无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来说明，举行专院委员会审查。那立法依照3-3-1这个比例发言，搁记名投票。如果今天对行政院所提出的宪出法复议案，今天没有办法顺利处理完成的话，会压缩到整个总预算协商以及相关在这个会期能够顺利的三读。还是卓荣泰认为他自己是太上皇，一张选票都没有拿到，请问你有什么脸面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去指责国会所三读通过的法律？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，复议案该表决就表决，希望愈紧结束愈好。那既然复议案也来了嘛，我们不会违宪的。那该表决就表决，不能用来破坏复议案，这个不可能嘛。未来就是暂时处分和时间的问题而已嘛。郭建明表示，若做复议案互人否决，行政院该复述就复述，该总统公告就公告，未来就是暂时处分甲释宪这个问题。宪诉法修法了后的调野攻防，短时间内可能也未落幕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